咁呢件事就係你嘅天賦，就係你應該要生落嚟去做嘅呢件事。好，10日內觀，你問我答，點樣面對翻現實？物質層面上嘅照顧呢，係冇咁大影響力，反而係個價值觀改變咗。佢入面成個內觀啦，佢有個核心嘅，個核心就係無常同埋平等心。佢所講嘅無常就係世間所有嘅想法啊，所有嘅幻象啊，都係無常，冇嘢係永恆。因為我以前一路都覺得我自己個腦啦，就好似一個電腦咁，佢可以改唔同嘅 mindset 價值觀落去嘅。但係經過呢個10日嘅 camp 之後咧，我反而覺得直情連我係電腦呢一個 concept 都可以將佢 delete 啊！就因為喺個冥想嘅過程入面啦，我會將自己分拆成為一個好細嘅分子。咁當你喺嗰個狀態嘅時候，其實你會發覺咩叫我呢？本身就係冇我嘅存在，本身人嘅本質就係分子唔同嘅細胞，佢哋連埋一齊就係咁解。咁點解我可以喺度講嘢？點解我可以喺度分享呢？就係經由我一路累生累世嘅經驗啦，累積所嚟嘅習性反應啦，咁我先至識得去做唔同嘅感受、唔同嘅反應。當你要跳出呢一個輪迴、跳出嗰個痛苦嘅時候呢，你就要將你所有嘅習性反應剝落。咁當你剝落咗之後啦，咁其實你剩低啲乜嘢呢？我覺得嗰個狀態咧就有少少似佛教所講嘅佛性啦。嗰個大愛啊，或者嗰個想幫人嘅心咧，其實係發自本能。去到最終，我點樣付出俾呢個世界，就係我點樣收穫俾自己嘅一個感受。當嗰個愛係好無條件地去付出嘅時候啦，去俾大家嘅時候咧，你係唔會介意有任何嘅收穫㗎，即係冇收穫，其實你都會想做呢件事。每個人都唔同，但係去到最終，我哋所創造嘅每一樣嘢啦，去延伸落去嗰件事啦，其實都係為大眾服務嘅。呢一個係好 key 嘅一個重點。係呢啲價值觀改變嘅時候，但係你身邊啲人有冇改變？你覺得佢需要被幫助啫，佢亦都唔覺得自己需要被幫助。每個人去呢個10日嘅內觀都有唔同嘅感受，即係嘗試下就係觀察對方佢哋嘅成長路程，唔好拔苗助長。